Đấy, đại家好，我係今年嘅客家人温度茶課會嗬。羅金珠師傅講，佢就看到客家人看衰客家人，自家本身係客家人，按諷刺客家人，仲咪本樣人看到按叫死冇似到嗬。仲咪自家客家人冇嗰個自尊嚇，唔曉。唔曉咪有 respect 自家，而到撇曬講自家係廣東人，講自家係吉林人，講自家係每個人，唔會人自家係客家人，要渣渣講英文，渣渣講福建文，渣渣講中文，先會佢按強講做咪會要用應該咪有phenomenon 啊，我就唔分辨可能自家客家人嘅咪有勢力冇問題自家唔會出問題來，唔會กับ人家相吵自家會咪有融落撇曬嘅社會我哋就唔知，但係知道按摩知識嘅自家客家人很看衰自家客家人，講撇曬從客家歌按炒人咯，按難聽了，哎呦，真經叫心啥唔叫心但係我知道係樣講啦，你自家知道你係客家人，你咪愛去講佢，愛去唱佢，愛去用佢咯，你唔想唱咯，唔想用咯，愛講英文，愛講翻英文，你咪唔會做客家人咯，意思你愛變撇中人咯，你咪有否定你嘅身份咯，冇問題你係國家嘅自由，你愛做翻人咪做翻人咯，你咪變啦，係自家即係人，你咪冇差別啦，冇差別，因為做乜嘅人都一樣，自家係人，唔係禽獸，係咁講啦，愛談咪談落去，唔會談咪好了。